咱拢知影讲，在中国这几当是积极透过领地作战，想要来影响台湾的言论甲方向。特别是台湾总统大选进程，这力头更加加强，伫候选人的议题顶头来进行分化，想要带方向来影响台湾的选举。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今仔日就举办一个论坛，特别针对这个选举期间大量的网络信息来进行分析。 透过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演算，我们认定这个账号不是一般的使用者来发文的，它可能有3种情况。第一种，它可能是五毛，就是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跟着老板发文，那种叫五毛。那第二种，它有可能是程式自动产生控制的。我们刚才讲，现在 Generative AI 透过 ChatGPT 大语言模型，可以自动的在网络上 大量的散播，有不对称的消息或者是虚假的消息。那第3个就是它有可能是公关公司。 创办人表示讲，透过 AI 数据的分析来发现讲，网军上会晓的就是透过制造假的议题，而且会用中伏老话的方式，伫个社群媒体来带风向，造成民众的对立，而且因个用这个议题有力也是无力的程度来影响演算法。创办人也强调讲，未来这款手法会愈来愈多，所以民众咧接收信息的时阵，也要理性判断甲讨论，莫互假消息来影响认知。